戏，姥姥门前唱大戏。子娟姐姐，今天园内的娃子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真好看，真好看。嘿，子娟姐姐，大小姐做了娘娘回来，老爷太太奶奶都要向大小姐磕头，就连那莲奶奶平常那样威风，照样也要向大小姐磕头呢。照样的，
丫头，你要死了！洪三八呀，我是些什么？要是金莲奶奶听见了，当心结了你的皮。林妹妹，林妹妹来了，八爷，林姑娘在这里呢。八爷，不用不用，我早就叫你们免了这些客人。娘，八爷来了，八爷来了，八爷来了。林妹妹，我知道你在这里。你叫林妹妹，你叫，你叫，林妹妹，林妹妹，叫得好啊！我要你时时叫上林妹妹，我要你时时陪上林妹妹，我要你家彩虹长久天，好运妹妹在穷人要得尽心抚慰，无言妹妹。哎呀，这样有情的主人我也喜欢。哎，林妹妹，方才大弟弟叫我们做事，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你了啊？我是忽然地走了一岁就出来了。做这样的事，真是逼出了我一种汗来。唉，真没有意思。闹了一整天，就是看在眼里亲王谢恩，这种歌功颂德、虚文手里，真把人厌烦死了。你却忘了，刚才娘娘说，今后凡要你多多些八股文章，好永中要助你。事情你说这些话，也不怕顾为了天主的，做么了什么事情？林妹妹，你何苦当屈我呢？提起了海我都想过，我今夜晚来二夜头，苦待我曾来对门公夫家，反不知还是不还少举重。临近沙路走归梦，也不顾了我的苦子睡梦。羊羔美酒饱口福，也不顾点了我这年根辛苦。说来这富贵两个字，真是把人来糊弄。即便真听见又要当着奇怪是新鲜话，却也得讨好，推到句句耳朵里，大家遇不得亲近了。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我爱你在此走一日，让那天欢彩个清醒梦。你却要在这里。牢牢的做一忙，谁将那蜜糖灌在身上？我去了娘你，我也去了，我去了，我也去。你呀，真正是我命中的魔星。老祖宗，这里离远门近，就在这里歇歇吧。好吧。
来，林丫头，林妹妹来。刚才一直夜就不见你们两个，却是都在这里。哎，今日一天也是够来的了。起码你们也坐下歇歇吧。去了，到外面去看看饺子备好了没有？好容易天生落得把娘娘亲，可问此人不履雅定，自今蒙家为乱去，他国愿等着人亲亲。哎，我刚才晓得一天头，你又来添我心头闷。哎呀，真是的，我这个啥不得娘娘顺利，就把我们老祖宗给忘了。老祖宗，老祖宗不在上前不跪呀人，勇气当天尊敬，我王氏的生死你记下，神仙般的娃生女凡成婚，花叶那花朵呀，包姑娘，在母亲千里进京来传情，把衣服才懂你拿，这也是大姑娘啊，从今这千万我这心行嘛，你们听听，凤丫头这张俏嘴呀，真正叫人恨也不是，爱也不是。凤丫头与能过与为什啊？倒也亏他上替老太太家姑们。哎呀，我这张嘴呀，也要多是你好。林妹妹、宝妹妹，父王有件好事要告诉你们的。什么好事啊？老祖宗，我替你说了。好嘛，好道士，你快说呀！刚才娘娘说，这大观园真是众位心情用一天，就封起来不叫人进来，岂非辜负了园中的景致？故而命弟妹们都搬进来思念。哎呀，这可好啊！大观园的红叶翠好风光，弟妹们却是很相当，同情儿花儿曾香泪珠子，母女老祖宗乃老是把我骗一旁。你急什么？你只有姐妹同中共长大，身为少年，这为是我。从今后我心若一刀无足去，可姐妹们悲怆莲花它是台面，大情下的名字的我多欢唱。老娘，夜里我姐妹们一起搬到园里来时，可不能太到起名字。哎，林妹妹，你喜欢是哪一次好啊？是啊，林丫头，还是哪一次这管挑嘞？老祖宗，我爱这凤的
林妹妹，我也想叫你在这小相馆侍你老祖宗，为那一卷老药没香，为那花筒帮女儿郎，那园中的家头通小巷，好与妹妹进来玩。好，宝玉，那你就是在怡红院。是。林丫头，那你就是在这小相馆。是。啊呀！关于我们的宝丫头你，宝丫头，你还是哪一次啊？好，宝丫头，那你就是在恒武院吧？多谢老祖宗。哎呀，我们老祖宗啊是这等真知真语的，宝妹妹，你住在这里就像自己家里一样，王儿不用拘束。宝丫头来，宝丫头，你来了，我也想等我外甥女儿一样的等你。王儿搬到院里来时，少什么正事，只管向你马蜂积极去要。我们家里呀，有的是皇上恩赐的喜欢事吧你。提起这喜欢事吧，我倒想起来了，老太太，我们在金陵早去听说宝玉一路报胎，这里就献下一枚五彩晶莹的喜事宝玉来。如今来到府上，还未曾细细看过你。宝兄弟，能不能让我们上见上见？宝姐姐、姨妈，请看。姨太太，这块玉可是宝玉的命根子呢。莫失莫忘，现在很他。哎呀，这两句话和我宝丫头经手上的倒是差不多呢。哦，宝姐姐的经手上也有事，让我也上见上见。不过两句吉利话罢了，没有什么好看的。你怎么看我的呢？我也要看。宝丫头，你就叫他看看吧。是。林妹妹，来。不离不弃，帮你勇气。哎呀，我觉得经书上的两句话和宝玉身上的不可思，倒像是一对呢。并老太太要支配好了。好，我们走吧。哎呀，老祖宗来了一天，也该回去歇歇了。好，老太太谢了。林妹妹，这手套就留着我们的使用吧，可好啊？我与你廊下并肩讲秋谈，我与你长林共度把友在，好。
们都去了，你为什么不去呀？我在这里陪着你呀。我可不能老包二爷带我。为什么？我不过是里边草，林荫长路，为父亲所陪伴着。怪不得妹妹不理我你，吃肉来何跟是包肉，这个老日子我可不喜欢。哼，你这受苦呢？杀了肉，叫那金属配什么？哦，你还要说这些话？不见你个理哎，你可不知道。哈哈，哎呀，哈哈，哈哈娘，哎呀，哈哈不行闹，哈哈，你不行闹，哈哈，哎呀你再闹，我可要闹了。今天顾不着你。哎呀，好姑姑，我再也不管了。
上次叫我弄的书，我今天拿来了。好，拿来。那《西厢记》。太爷，对不对呀？对。太爷，那你给赏赏我了吧？明天放你一吊钱。谁没有经过一吊钱呀？哎，太爷，把这香药吊壳的赏给我吧。太爷，把这荷包也赏给我吧。哎，别的你就拿去，这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谁也不能拿。拿来。那。今天偏要到他一个赏花呀，说他老边今日子难得西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那些旷功名、文玩缺的八股文章。你玩的这些年，不是那些书，那是什么书呢？还不趁早叫我看看。林妹妹，我在这里看这个书，除了花鸟以外，别无一人知道。叫你看，我是不怕的。好歹可不要告诉人哦。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都不想吃了你。哦，林妹妹，林妹妹，哎呀，好妹妹，no，西厢记。
我的心思之里，让老头娘我太气了。那当真的公子关于天得去，那明明放弃陈娘黄昏黑，那红娘在身上我老夫人，那为民不去心引出鸟满头，我以为怎么样啊？你但是对，原来是个人养了强对。你说说，你这个娃呢？好，我也告诉去，我也要告诉去。你去呀，你去呀。好了好了，林妹妹，我们不谈这些了。哎，林妹妹，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好吗？好妹妹，我常会到你房里来，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了。你明天替我做个香来，好不好啊？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你送我香来，我也送你件东西。那这是不今晚送我的，是皇上赐下来的呢。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可不要这东西。你不要这东西，我可要你的香来。要，我要香来。你要一个香袋，那很容易。往日今日有人会替你做的，神教比我越为做越为些，还有什么见的有的？你又来了，你这个人啊，难道连亲不见树后不穿线都不知道？第一件，我们是歌剧姐妹，保证这是良业姐妹，论亲切也比你远。第二件，你先来，我们两个也早亲也长噻，从小一起长大。他是才来的，却个为了他，还属于你的呢。才想你去疏远他，那我是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就不知道我的心不成？君一中，似无一笑，生生。哎呀，人家在哭闹，你还在笑呢。来日你从王人来把他陪，分享口头几炷香，岁岁恭敬听教诲，一同下了。多生言，这二名掉落的崔文章，夺得我头昏目眩，这苦言。受苦，考上了金箍嘴，没法子呀。哎呀，读书，八分还苦。二爷，我来替你打扇子。思君一中，思无一笑。
请问你这眉毛是谁替你画成这个样子啊？我自己画的，画得一点都不美，让我来替你改画一下。小姑姑，喏，就让我解解闷吧。好，就让你画吧。二爷，眉间洒脱，眼波似水，眉眼好像林妹妹，在天上来改一改，跟与妹妹一样的神态。二爷，你是画的我请问你好，眉眼更像那林姑娘，岂不知了她点小情分的谁？真奇怪，难道眉眼升得好快一点，因为他在这了吗？是的。我偏要把你画得像林妹妹一模一样。好，先生，你看我画得美不美？去问你家林妹妹哟，是在家相夫了叫一起唱。我碰到了我老的一个辣椒味，快你这个样子上我儿子啊，就是他为模样子，这都是二爷宠着他的缘故。二爷，你呀，往问在屋檐内，独自进入的花上美，你放下正经数不年，老爷知道要听奏哎，二爷就是太万不分。宝姐姐，怎么不欢迎客人吗？宝姐姐，请坐。宝姐姐，我新人做了几首诗，请你看一看。二爷，怎么老爷吩咐我来传话，这贾医生老爷明日一早要来拜访，老爷要二爷准备，明日好会客。又是会客，这是老爷吩咐的嘛。宝姐姐，老爷每逢接待宾客，总要我一杯子，你说这为的是什么呀？那当然是你的人在特中，人家仰慕你，再不想见见你。我不过是一个说中医说的俗人罢了。你忘了，自己乃是贵妃娘娘的宝弟，怎么叫人不仰慕你？我就会这些老多人来往。二爷，宝姑娘，你听听，他就是这个改不了。世界上哪一个不愿和主管者来往的道理呀？这倒是要改一改才好。宝兄弟。
去玩过吧去吧。难道我是装扮人家玩过把的吗？宝姑娘，人家好心去劝他，他总骂人家怎么落赌？你想这样的老爷不生气你？我醉了，二爷。宝姑娘，再坐一位吧。不用了，我再去看看姨妈去。宝姑娘最好。宝姑娘最好。宝姑娘真是心地宽大，一涵养，真叫人敬重。你儿子宝姑娘今天要完成林姑娘，又不是为怎么样呢？林姑娘从来也不会说这些文章的话。这难道是文章话吗？真想不到，将来归国之中也为顺上这种做起。请问大人，下官是奉王命而来，我们府上有一戏子，名叫齐官，乃是我王爷心爱的，至今3-50不见回去，此次请早不着。传说齐官与琳琅宝玉相交甚厚，听说逃出府去也是琳琅的之意。大人，故此去先生专职琳琅，请假齐官访问。请大人稍停。来人啊，换宝玉来。大人，请。老爷，你这该死的奴才！在家里因为鬼疲惫酗酒，在外边你无法不听遇到妖。那机关是王爷家前陈风声，你尽管应对他测不到。什么机关？我实在不知此事。对，他只能把你活绑，公子你何苦瞒得牢？这个一定签的。我错。年与真经出去分，他真还金不金要，他真清楚。你讲，那地官也就来了与我，也就来下马欢笑，再不愿他生有灵，愿做个英俊家。此时来他身在哪里？你讲，他必须动脚，可于此事。是与不是，你话不与我夸奖。你好，我且去找一位，找了也罢。什么与再来请教？告辞。宋大人，大人慢走。宋大人，大人慢走。站住！
下去困了，把门都关上。等于人算心洞里面去，立即当死，与我冲下去当死他。听见没有？与我冲下去当死他。当死他！哎呦！哎呦！天哪！天哪！哎呦！像我家父的势力专营之作，富贵功名之家，竟出了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他不能光灿灿胸怀金银，他不能为何加了高等。旁于做出了殿中门楣去死的我是今日且归灭将来说祖宗怕将孽，是不是君把宝牛吐上来？宝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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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老爷，宝牛虽我该当，你也要看在我们夫妻份上，我愿意还吧。这一孽障，我养一子，无义不孝，倒不是今日当死他，你叫儿老爷，要是我的祖儿还我在世上的话，许生当死一个宝牛，就是当死100个宝牛，我也不管了。事情我只有这一个儿子，老爷，你去商量他吧，你去商量他吧。先当死我，再当死他，就关心了。宝牛，宝牛，老太太是死。老太太有什么吩咐，好别自己出来，花儿子进去吩咐便了。你原来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你叫我后生去死。老太太，做儿子的管教他，也未必是用中要主。老太太是这样的话，做儿子的时候担当得起呀。呸！我只说了一句话，你就惊受不起。你那样的本事，难道宝牛就惊受得起了吗？老师长，宝牛，你这不养好不争气的孙子哦！老师长。
来了呀，宝姑娘来了，宝姑娘请进。宝二爷的伤可痊愈了么？好倒是好了。宝姑娘请坐。这真亏你呀！宝兄弟要是没有你悉心照料，怎会好得这样快你？唉，好端端的这么叹气了。宝姑娘，你哪里知道？老爷子做大二爷家规。常知怎么把英雄，谁知他好了双把放了头，一见本性给半点，我谈的是言辞多叫红老龙，望与这子欢很暖心一片。你何必这样灰心？你是真心谁将他的中国你当真风间，今日我当面话你好也常听他这里常言道今岁当一位对郎，宝兄弟终于这心情变，情侣落他东西大，一往等他的宝姑娘说的是，你也早为你们二爷费了许多心思，你再帮我们去劝劝他吧。只要用得着，我绝不开口。多谢宝姑娘了。哎呀，宝姑娘来了半天，我竟茶都没有倒一杯。宝姑娘，你说我去倒杯茶来。先生不用了。什么话？和尚道士的话是信的，什么金玉良药？我只想与林妹妹的莫子结盟。宝姐姐，是你呀！宝兄弟，你的伤可痊愈了么？多谢你牵记着，我的伤已经全好了。宝姐姐，你是什么时候来的？说了以为了，想不到听见你在梦中骂人。哦，是真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哎呀，好了好了，梦中之言不足为奇，就不谈它吧。我一来是来访问你，二来听着你最近又做了几岁新词，倒想了霸道一番呢。知道是做了几岁，只是总不及你和林妹妹。你来了，只好请你平冷一下。那请到里面去吧。
位姑娘的，有事没事跑来守着，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睡觉。宝兄弟，这些诗倒写得不错啊。都在这了，有事明天再来吧。是我啊。平民之在，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一分葡萄百生凉，钟离花尽心起我气难扬，只因我不依无靠男子，才在他不敬不念人之草，不是草，莫人儿被走进。
就凭你这张巧嘴呀！这几年我内心宽起来，二嫂子凭他这样巧，总巧不过老太太你。宝丫妹来，我的孩儿，如今我老了，还巧什么？喏，当年我想冯丫妹这把年纪，倒是比他晚将你。是这样的。姨太太，不是我当着你的面否认，千真万真，从我们家中4个女孩儿算起，要是巧，要是好，都不及宝丫妹你。对，老太太说的真对。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哎呀，姨妈，这倒是真的。我时常听老祖宗在北也是宝姑娘好命。是啊，凤丫头，等我儿去准备些好吃的东西，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一乐吧。是。姨太太想怎么钱，只管告诉我，我有办法叫凤丫头判了来钱。老太太呀，总是叫她出难题，时常叫她弄了些东西来孝的。哎呀，姨妈，虚死了！我们老祖宗啊，只是言神又说，要是不言神又说啊，早就把我也吃了你。是吧？哎呀，老太太你好，老太太你好，老太太你好，我是谁？你好，好，我的。
一朝曾经红颜啊，花落成风，两不知。这母亲，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成？我大叔在，原来是这个狠心断人的。妹妹们在，我知道你不理我，见了我就走开。不是和你说一句话，从今儿就了开手。请说吧，这两句你听不听你？妹妹，岂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还怕那衙外无事不知道，我今日常常前来找了。你打白闹，我打雨，你打开雨，我先笑。我与你同坐前来，同躺在，像一母所生的亲同胞，实指望亲亲热热直到底，方记得我俩情谊比谁好。谁知道妹妹人啊，你心也大，是今日下着眼睛把我瞧，三朝之前不理我，四宝鸟只问我怕带外闹。我有错，你当也是骂也好，为什么冤儿鼻子将我抛？你有仇，你说也是，说也好，为什么被人错事把来掉？四宝鸟不明不白故里梦，我就是为你死了，也是
什么？你在哭啦？我真哭嘞！你看你泪子还滚着你，怎么动手动脚的？是我忘了记，不就动了手？你气什么事？让我来问你。那时我到幼园去，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呀？是我从哪里说去呀？哦，瓜的妹妹不理我呢，我咋个是对的妹妹，叫我立刻治好了。才大清早起，什么事呀我呀的也不忌讳。好妹妹，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那天只有宝姐姐来说过一回，定是丫头们干出的好事，等我回去问这时在，定要好好的教训他们。是要教训才好，得罪了我倒是小事。要是以为宝姑娘来了，什么白姑娘来了，也把他们得罪了，那事情可大了。你话要是这些话，你到底是气我还是咒我呢？哎呀，这有什么要紧的？快，劲都抱起来了，我觉得一脸还你。好妹妹，你放心。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倒是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哥说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凭着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都贴贴不上，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我真不明白。好妹妹，你不要骗我，你咋真不明白这话？不但凭着我爸用了心，连你对待我的心也都过不了。总是因为你不放心的缘故，才多了心，才弄出了一身的病。好妹妹，你咋能宽慰心？你的病就会好了。石头，你就拿着用吧。妹妹们说，你在娘我身上一句话，你才治好不好？我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都明白了。好妹妹，我这个心从来也不过伤，今天大胆地说出来，就是死了也是还原的。我为你也弄出了一身的病，又不过好日子只好挨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会好呢。我是睡里梦里都忘不了你，好妹妹。阿姨，你怎么啦？阿姨，看你身子不好，还是回去歇歇吧。走吧。
看见我家姑娘吗？不曾见过。子娟万岁，我真有话要问你呢。妹妹近来身子怎么样？压力瞌睡的可好一些了吗？瞌睡倒是好一些了。哎呀，阿弥陀佛！子娟，天气不好，或冷或热的，你身子穿的是此淡不？妹妹已经明了，要是你再病了，那时候得了哦。哎呀，二爷，总之我们这棵实话可不能同睡同吃的。一念他，两念想，叫人看见不震动。那些文章人在背后都会说你的，你总不留心。往我小的时候，一般认为这棵时候是的。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不要和你说笑。你看他进来原是你，还恐原不起你。二爷，你是我的妻了。我生你的气，你的话实在有理。我的妹妹常常不理我了，家的家里，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二爷，将来你们渐渐的都不理我了，一想到这些，我就伤心起来。看宝鸟才子有情深，自尊自强万难分。她可姑娘好一生，也对你呀疼。不知道她究竟安的是什么心？我自觉今个倒要是一次。连他一连，看他状痛万事情。子娟，你在想什么？二爷，我在想啊，他是买上一两银物，在这里去惯了，明着为自己家里去，哪里有钱吃得起这屋？谁到自己家里去啊？你妹妹会守在自己家里去呀？你呀，你说什么话哦？你红色花呀无论雨，妹妹们做着女人少不清。老太太连续娃生女，千里结归半成婚。她离不开小乡观众牵观众，真委屈孤独城内旧人们。二爷别太小看成了，你为家父做大肯定难道是别人不中举不靠忙？你可知水流千里要归他海，燕子终于他去亡。等姑娘将来
就变成这样子了。哎呀，宝玉，你是怎么水的？把宝玉弄成这个样子？我这四卷姑奶奶，我说了什么话？阿姨就一一说了，这也了话，也不会说了。你这个小丫头，你到底为他说了些什么？宝玉，是丫头，对他说了些什么？宝玉，我并不管是什么，只是和他说了一句坏话。宝玉，二爷，你可不能当真。宝玉，宝玉，哦哟，王好，是丫头，得罪了二爷，还不过去，别在。是二爷，宝二爷，四舅，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啊！要去年我也走了去，到底什么一回事啊？我只是和他说了一句坏话，这是令姑娘娘为负罪自己家里去，二爷他去。我当是什么一回事？比那他娃太太、林妈妈他们都来看八眼来了。就叫林妈妈看当走一回吧。不得了，不得了！林家的孙儿是林来了，快当出去，快当出去，快当出去，当出去！死了林妹妹，林子佩不许他心里。对，从今夜不生气找林子，也不要叫姓林的进来，都听见了没有？不许姓林的进来！不可，不可！那才是错了，姓林妹妹了。宝玉，兄弟，你快站在那边等。宝玉，那你总该放心了吧？宝二爷，四舅。林妹妹她送亲儿去不成，明白了，好妹妹，我这个心从来也不过实，今天大胆地说出来，就是死了，也是甘愿的。我或许也弄出了一身的病，又不过好手段，只好哀伤。姑娘，四娟，我也是出来忘了带水卷，你替我回去拿块水卷，我在这里等着你。风萧萧。
林姑娘，你倒别明这个理，我只不过说出了一句话，真子姐姐也不该打我呀。你说错什么话了？他们为什么要打你？我还不是为宝二爷去宝姑娘的事情。你说什么？就是为宝二爷去宝姑娘的事情嘛。林姑娘，自古来哪个姑娘不成错，哪个少爷不娶媳妇，为什么不许人家生日聚？为什么要装神弄鬼来瞒着出？林姑娘，林姑娘，现在可盼到了这一天。林妹妹，你喜欢，我也喜欢。不过
你去吃一点吧。四圈，哎，四圈，姑娘，你哭什么？没有，没有，我哪里就能够死你，姑娘？一姑娘，今日在高堂，这模样叫我自尊真不得。算呀，请你拆开谁你为人才应今子里再见你用眼神枕头边再叫你泪湿姑娘啊，你眼中能有多少泪？曾经的东儿到城，下儿到去，姑娘啊，保养你若精神花模样。当给你每当你好心好意，我言子，你曾经劝过我多少次啊，真乃是一生病关一来
会将你当作我的妻。看吧，姑娘。自己身体要紧啊！不，也是的。姑娘，喏。是不是的？指望他高山
思君姐姐，十一，你告诉了老太太林姑娘病重，他们怎么死的？姐姐，你不要问了，八爷真的要去抱姑娘了。奶奶，什么声音？姑娘，没有什么声音。是来接我回去的吗？是的。我可要回去了。不是接我回去的，妹妹，你听啊，姑娘，生小官的耳边。奶
亲儿你舍君不言，想在靠关心的，你好再叫他们送我回去。林妹妹，你的孙子好了没有？我们好久不见了，现在可盼到了这一天。林妹妹，宝女，宝女，你要稳重点啊！林妹妹，今天正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林妹妹，妹妹呀，此后都叫催，将细心情说别了枝藤，把家境总算是东园桃子，西园里今日一家一次见，我此生的去林妹妹，心似灯花屏在开，望着平头一笔字，今日老子无言难寐，从今后与你
妹妹，你还给的这个东西做什么？我们何不用这些说套呢？林妹妹，好你，宝妹妹兄弟，宝兄弟，如今郎送给东为退，写他的新娘去得去，多生欢喜少自杀，谁用给问莫传言，老祖宗都是为你好，去东山小城美事第一岁。你生我傻，我说你倒真傻呢！我把我的心都交给了他，还未对他报问在吗？我爱他心他都来不及，等我来自他期待去，今日我十分去前去，一生的把脸上他发着鸟子飞。宝我的孩，愿你俩相亲之地到把头，这才是父母之情不负人。那为什么？宝玉来，宝玉，你母亲的话可要记住，这都是为你好啊。我知道了，这就好了。林妹妹，这才是红给的啊！他父母你年事无用，没子女，他多不是心里疼慌话催。这什么时候呢？我去看他呢。林妹妹，宝玉，海姨，宝兄弟，海姨，哪里？小子，你快要让我的嘴知道，你看我是不是在做梦？怎么做梦不做梦？老祖宗在这里住着，老爷爷在外面住着呢。小子，我那外面这当当着的那个妹子儿就在姓许的二奶奶呀，搞不懂那姓许的二奶奶是谁？宝姑娘，林姑娘呢？怎么问这起林姑娘来了？老爷做事娶的是宝姑娘。宝姑娘，宝兄弟，你娶的是宝姑娘。宝玉，你娶的是宝姑娘，二爷是宝姑娘啊，是宝姑娘。宝玉，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宝玉，你娶的是宝姑娘。宝姑娘，宝兄弟，宝姑娘，宝兄弟，宝兄弟，阿姨，兄弟，宝娘，我命令于林妹妹，好的去，谢爷还不得他也。怎么？你说是多变了？多变了？这为的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保佑！小子，你告诉我，你看到你那场的昆城一个好我，保我，保我，我有事，你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有一句请你你林妹妹与我都有病，两个病原是一条根，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间哦，也好让同病相怜心口心。我咋也能早相见，死了也苦当同问。老夫我天下寒门无所去，此去妹妹红丝身，老祖宗离了我吧，好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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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你大喜生日，你竟病得这副样子，好叫我心痛啊！你呀，哈哈哈哈！求你了，也没有用。我到另外来去。保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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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去。闭门岗，你是日本心也不
总以为美满姻缘已现前，想不到令妹妹变成宝金子，恰原来你被逼死，我配呀骗，可指望把头到老都恩，谁知晓你竟妄图笼中头死面，我恨死到送到头上。四舅，我知道妹妹恨我，你也恨我，我就是死了也是个求死鬼。这些话我已经听过了，等你死了还是个什么呢？四舅，妹妹临死之前她讲了些什么？你啊，曾记得姑娘屏风无曾离，常见子语母子心情。他这辫子冷孤灯三更敲，你那辫子匆忙承诺一听是，只听他哼声不报。他死了些什么啊？姑娘子，保佑你好。心酸的日我牢牢记。妹
后在花烛虽残，最藏花呀。我愿从此跟永不怕。所以，我只怕令姑娘留下的羞泪。生前难舍连理。宝二爷，你快回去吧。回去，我们回